和三国领袖要伫咧美国开会，奉请三国会后的联合声明，可能会强调要维持台海和平。天气热引起身体健康，哪有可能会着山中风，心理嘛受到影响，这忧郁症的风险就会变悬。德国一个妈妈饲特别的宠物多雷，伊伫网络看影片意外真受欢迎，成9万人关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友邦巴拉圭行程已经结束啊，人是已经回来到台湾。赖清德表示，2个月针对教育、卫生、医疗方面继续合作。另外，中国为着抗议赖清德出访，是对今日开始要伫咧南海军演5天。同一个时间，美军的雷根号航空母舰嘛出现伫咱台湾的东部外海，秘书是暗中咧小批评。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特使，率团出访友邦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尼亚就职典礼18天来国内。赖清德强调，贝尼亚伫就职演说真罕的2摆讲到台湾，展现兄弟的情谊，双方的深化合作，并且强调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台湾。全国人民不管各行各业，因为大家的努力，让台湾的实力越来越强，也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是一股良善的力量。因应赖清德过境美国，恐惊新冠台海紧张。美国海军研究协会讲，航南雷军号打击群部署台湾东部外海，美军证实雷军号正伫西太平洋执行任务。中共也讲强烈反对赖清德出访，18开始连续5天伫南海进行射击演习。国防部讲，中共演习范围属军化，例行性射击，各军拢有掌握精势。可能是担任一个贺主的角色，也是避免中共蠢动。第二个也不排除类似这个裴洛西在8月访台的时候，美军也是派出航舰在邻近的水域进行待命，有这个护航的味道。中军东部战区有按释出上新通奸意味的建魂影片，国防部是以守领海、守中线、守主权的影片来反射，保护中军跨越咱方领海来侵犯主权。尤其美日韩峰会18天场，台海将是讨论的重点。北京国安会发言人柯比则是讲，无人愿意看到台海发生冲突，也无理由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另外一则国际关系消息，美日韩3国领袖是要伫咧美国开会。南韩的总统尹锡悦跟日本的首相菅田文雄已经出发啦。美国官员是讲，3国会讨论科技、外交甲军事等等的议题，而且这会后的联合声明可能会是强调要维持台海和平。另外，南韩的情报部门指出，北韩可能会伫咧3国的会谈期间射洲际飞弹。总统专车开到机场，南韩总统尹锡悦落车，甲官员致意，了后坐专机飞去美国。美国、日本甲南韩的领袖峰会，如果伫美国18，伫华盛顿地区附近的马里兰州山区的大卫营展开。尹锡悦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当地17已經先出發飛往美国。かつてなく強固な米国及び韓国との二国間関係を土台として3カ国の戦略的連携を強化する歴史的な機会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这是拜登头一届邀请其他国家领袖去大卫营举行峰会，各国会议会伫台湾时间19透早举行，针对印太地区的安保情势交换意见，应对中国甲北韩的状况，实施3国的共同军事训练，甲分享北韩飞弹的相关资讯，加强安保合作，嘛针对经济合作，包括提悬半导体等等供应链的强准度进一步会谈。What we expect to see tomorrow will be significant outcomes that will cement ou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The deliverables that you'll see coming out of that will take that relationship to a new level,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deliver benefits. 在峰会进前，尹锡悦已经甲美国总统拜登先电话会谈。南韩政府表示，这届峰会如果至少会发布2个文书的声明，分别是大卫营关节，这甲全球和平稳定的国家合作有关系，甲实施国家安保合作相关的大卫营精神。第3个峰会如果嘛会互北韩真敏感，南韩情报部门认为，北韩有可能伫会谈期间试射 ICBM 洲际弹道飞弹，甲进行武装部队的联合军演来反制这个峰会。国视新闻台是童朋友。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指控昨半暝，阁有4架中国海警船入侵Okinawa石湾市附近的海域，是今年的第23届。所以公司决定甲首相官舍处理危机的单位升级。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罗西亚国防部长顶个月去访问北韩，风声是有朝军事合作。这阵南韩指出，这个月请有罗西亚的运输机飞去北韩，再造一批不明的军事物资。英国《Times》报道，为了防止新冠疫情入手了后，搁再压起来，英国科学家就和政府和民众会当家己伫药局买新冠疫苗来做，上紧明年就会就试买。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有风希拉里愈加愈强，预计拜六礼拜就就北扫美国的西南部。南加州地区是已经84年无飓风登陆，当地正紧张在做防灾准备。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有美国情报官员指出，乌克兰是可能无法度把东南部重要的城市梅利托波尔摕回来。乌克兰要暂停罗西亚军交通的目标，可能无法度实现。来看两件飞行机意外消息，昨马来西亚一架小型的飞机摔落地，造成10个人死亡。这飞机的乌阿爸是已经找到，事故的原因还搁调查。另外，美国西南航空一架飞机拄起飞因紧就着火，好在载是有顺利飞登去机场，无人伤亡。在马来西亚索兰高州沙阿南区的雅迪利大道，17发生飞机失事的事故，规个车路甲草坡也是烧甲臭灰搭，部分的所在乌烟是一直呛起来，4个拢是飞机的碎片。Di mana dalam proses untuk landing, 2 minit lagi untuk landing telah hilang kawalan daripada tower dan terlepas di jalan raya dan di jalan atas jalan raya dia telah langgar 1 motosikal dan 1 kereta. 这架失事的细架私人飞机，17下晡2点外，为兰卡威起飞，原地已经抵达到西邦机场，嘛得到降落的许可。在失事进前，并无发出紧急救援的信息，不过有向正边偏离原地的航道。目前乌阿爸座舱通话器已经找到啊，嘛交予航空事故调查局来判托。现在飞机顶的2个机师、6个乘客，还佫有伫地面一个骑倒摆的外送员，甲轿车的驾驶，2个人拢叫飞机的碎片击着。落尾拢总造成10个男性全部罹难，遗体嘛已经拢找到啊，大部分拢已经烧甲真恶变色。当地社群媒体流传飞机顶乘客名单，甲起飞进前伫飞机顶翕相的相片，传出有几个政治人物。目前确定其中一个人是偏行州的行政议员佐哈里哈伦。这架失事的飞机是荷克比级3900型，叫做马来西亚过去46年来第5件甲这个机型相关的事故。另外一个看到真惊人的画面是出现伫美国，15西南航空一架为德州休斯顿飞去墨西哥坎昆的班机，起飞了后无偌久，这边机室边的烟瘾开始喷火，有乘客讲听到嘣一声，而且闻到汽油的味。飞机随飞得去休斯顿，平安降落伫威廉佩特斯货币机场。西南航空表示，飞机起飞了后发生机械问题，降落了后已经有送去维修，而且有派其他的飞机去载旅客。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地球的温度一直在破纪录，咱这几天是有看到高温对农渔业的冲击，阁有病虫害问题。今日公司台记台小菌时代专题是要带大家来看上界重要的，就是高温对咱健康的影响。天气热上界普遍的就是会着沙，这体温高血筋就较易发炎，搁较严重的就中风。今年7月特别热，所以讲这伤害人的这人数，竟然是比旧年比起来加码100个人。除了身体艰苦，天气热对心情嘛有伤害。若是心情恶杂，这连忧郁症的风险嘛变悬。所以讲，伫遮就提醒大家，若是发觉讲家己的身体有体温升悬、心跳紧、头晕目暗，甚至是要吐究竟即个状况，恐惊就是已经热甲身体出问题啊！一定要赶紧去看医生。全球假小影，今年7月头1礼拜的全球平均温度就破10万年来的上悬纪录。欧美国家甚至出现将近50度的高温。We need the world to broaden its attention beyo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alone. In many locations where the maximum is reaching into the high 40s or higher,
the temperature may still be near 40 at midnight.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22年欧洲至少有15000人因为天气热死亡。台湾热伤害的人数嘛是逐年增加。国健署统计资料显示，今年7月的热伤害就医人数甲去年同期比增加12.9%。去年7月热伤害的人是775个人，今年7月是搁加100个，就是今年7月热伤害的人数是875个人。天气小热，亲像工人、做田人、才会户外工作者以及时代有慢性病的民众，拢是热伤害的高风险族群。地球的温度愈来愈热，其实要看环境有热无，阁爱注意综合温度的指数。这是一项综合气温、风速、湿度，也阁有太阳辐射的指数，会当分作是黄色的注意、橄榄色的警戒、红色的危险，也阁有橘仔色的高危险4个程度。中研院过去捌伫7、8月观察到户外农产的热指数，为早起8点到下晡5点，整体平均拢达到注意的顶级。嘛发现综合热指数比32悬的时阵，全台湾热伤害急诊的就医人数增加8成。国卫院嘛有研究指出，温度若是愈悬，各项疾病发生的风险嘛会提升。非意外死亡来说的时候。用台湾的数据来做，差不多是25到27度的温度是风险上低，温度较低也是较悬，伊风险拢会增加。较热的时阵，阮血筋嘛较会发炎硬化，以后有可能中风啊，还是心脏塌掉的状况拢会较常发生。气管的部分啊，那烧热的时阵就会感觉喘气是较困难。高温除了对身体有伤害，嘛会影响心理健康。进前国内就有研究指出，若平均温度超过23度，加1度，重度忧郁症发病的风险会增加7%。伫温度较悬的时阵，会去影响这个荷尔蒙的分泌，会变做更较济，所以人会变做不少。更较长期嘛会看到讲，不管是来精神科的门诊啊，来急诊啊，甚至住院的比例拢会更较悬。咱平常健康的人会受影响啊，更何况是心理不健康的人吼。咱若厝有这的病人，咱嘛来特别甲照顾。全球气温逐年增加，医师嘛提醒民众，除了爱避免潮湿，嘛要注意心情的变化，加运动，甲本顾好好，才有法度面对愈来愈热的地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其实，若温度悬的潮湿，这湿度悬是更较危险，因为咱人是靠流汗咧透体内烧气，若是这湿度伤过悬的时阵，这烧气就无法度靠汗散出去。根据科学界一个名词“湿球温度”，就是甲湿度甲温度放做伙评估。湿球温度到35度的时阵，就是人体会当忍受的情况，免几点钟人就会死亡。湿球温度若到30度，人就会开始艰苦。那照咱台湾的平均湿度75度来看，这气温到34度的时阵，这湿球温度就会到害人艰苦的30度这坎。所以讲，大家是千万唔通干那看这温度来判断讲敢有适合出门，这湿度嘛是一定要注意。全球气温直直飙悬，世界拢有因为伤热去潮湿，甚至是热死的案例。但是大家伫关心的焦点，拢是温度有偌悬，却无去注意到湿度的问题。科学家表示，其实若甲空气中的湿度甲温度结合做伙，人类会当忍受的高温，比大家所想的加真加。咱人的身躯有80%的热气，拢是靠流汗来排出体外。流汗会用的讲是人类降低体温上主要的方式。Human beings are incredibly good sweaters. We're some of the best sweaters in the animal kingdom as it happens. 但是空气中的湿度若是伤悬，咱身躯流出来汗，无法度为皮肤顶头蒸发到空气当中，体内的热气都排袂出去，唔但会潮湿，更有可能会气管衰竭死亡。It's like somebody has cut off your main way of cooling. It's like somebody wrapped a wool coat around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summer. 过去科学界的理论认为，若伫湿度100度，加上摄氏温度35度，就是科学家所讲的湿球温度35度的情形下，身体健康的少年人上最会当冻6点钟。但是根据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上新的研究，发现接受实验的少年人伫湿球温度30度的时，差不多5点钟至7点钟，都已经完全冻袂掉啊。所以人类会当忍受的湿球温度，其实只有差不多30度尔。虽然伫自然环境当中，湿度会到100%的所在，
在并无多，但是科学家提醒大家，湿度愈悬，人会当忍受的高温就会愈低。所以，伫考虑什么是危险的高温的时，应该以湿球温度来做标准。住伫湿度较悬的所在的人，爱特别注意高温，才袂互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记者甘面恁编译。中国的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是伫咧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我望讲会当争取时间，互公司改组，避免真正倒。那恒大，中国的房地产集团是小所传出债务危机。若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崩盘，恐惊是全世界的经济拢会受到影响。欠债对象的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拜时间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向纽约曼哈顿的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代表恒大伫其他地区做定租的时阵，伫美国的资产会当得到保护。虽然讲申请破产会当互公司做定租，想办法继续营运，避免来到破产改线上尾一步，嘛是有可能活过来。但外界对恒大集团实在是欠伤侪钱的状况，同款是真悲观。除了恒大申请破产，中国最近嘛一直传出上大的地产商碧桂园债务违约，恐惊会变作后一个恒大。另外，上大的民营金融集团中实集团旗下的中营信托，嘛有30档的商品，即嘛是暂停兑付，会当看出即嘛中国的金融危机是袂当大意的。As long as the problem in the cash flow of developers are not solved, it's possible to see more credit events like this here and there across the shadow banking sector. So I think in general it means that investors are likely to be more risk adverse, which doesn't really serve too well for the goal to actually help developers. 北京当局最近虽然是用降价抵押贷款的利率，想要来振兴房地产业，但是房地产是占中国经济真大的一部分。外界烦恼讲，这部房地产的危机，唔若冲击中国，恐惊嘛影响到全世界。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阿拉伯半岛的传统美术，包含骑马技术、城市干部鉴等等，这是真困难。即阵所在阿拉伯是出现头一位女性的专业教练，伊伫咧因国内外的比赛拢有真精彩表现，咱做伙来看。对走甲真紧的马，脚只偏顶悬下过去，稳稳啊扭颈射箭，而且一个就拍着马心。这个酷势含是着拢真厉害的骑射好手，是所有在阿拉伯境内第一个专业的教练诺拉贾布尔。伫细汉的时阵，伊妈妈就发现讲诺拉爱马，搁爱骑马，对9岁开始就可以接受专业的课程，而且佮参加体育部和美术协会办的训练计划。真侪年的课练，诺拉唔那是美术真厉害，连射箭、骑马、绑条啊、击剑。在武艺竞技，伊嘛同款拢有真高明的技术。طبعا الآن يعني سبحان الله هي بدأت هواية بعدين مع قراءتي أكثر في المخطوطات العربية تحديدا بدأت أنظر لها كإرث خلينا نقول مدفون وإحنا أعدنا الآن إبراز هذا الإرث المفقود وإعادة إحياء أو نشر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بين أبناء وبنات العرب والعالم يعني ككل بإذن الله. 并以绝对坚定的热情和自信，诺拉嘛行起咧国际舞台，亲像伫个约旦佩特拉办的锦标赛，伊代表苏第3间骑马满条，创第一个女选手的纪录，真好的表现嘛，赢到真悬的排名。伫利雅得办的国际巡奖阿拉伯马的锦标赛，阿卜杜勒阿旗子国王罗多节、阿布盖格修雷节这活动，拢会当看到诺拉精彩的骑术表演。 طبعا في السعودية يعني يقال عن المرأة القوية يقولون عنها أخت رجال وبنت رجال فإن شاء الله يا رب يعني نكون سبب أو مؤثرة عل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فتيات والسيدات في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دخول في هذا المجال وقضاء الوقت إن شاء الله في الأشياء المفيدة التي تفيدهم إن شاء الله.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德国有一位妈妈饲的宠物真特别，是罗雷。伊伫咧网络分享家己的宠物，意外是真受欢迎，且10万人甲关注。 用手甲心爱的动物伴捧咧，甲放伫镜头头前。这只甲手部变大的鹿狸是巴克利市的非洲大鹿狸。The snail is good as a pet because if you once arranged and closed her properly, you don't need to. It doesn't need so much attention, so you don't need to walk your snail, for example, or it's not loud. You know, they don't need attention. 巴克利住伫德国慕尼黑，有2个囡仔。不过即马伊上届受到关注的是伊厝内饲的动物伴。
巴克利真介意落雷，先头起是想要伫网络顶分享伊的动物伴，想要到真受网友的欢迎。因后生看伊可能有做网红的发展性，建议伊去抖音开口做，想要到随着吸引万外人的关注。巴克利原底是学艺术的，嘛希望真做音乐家，想要到因为落雷真做网络红人。伊嘛开始做翻译甲卖落雷生意，即卖伊的仓库有饲差不多5000只无共品种的落雷，而且有的会当生到25公分长。If you want the snail as a pet, you have to decide what kind of snail you want at first, and if you know that, then you're gonna buy a plastic box or a terrarium, an enclosure for the snail. You need soil, of course, stuff where they can hide in, bowl full of water so they can bath themselves, food, of course. 巴克利三不五时嘛，伫网络顶分享落雷相关的知识，甲安怎饲的建议，希望互更较侪人认捌这个安静的动物伴，甲伊做伙进入落雷、恬静、佮优雅的世界。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咱头拄则看到宠物落雷，毋免带出门散步，毋过狗仔就爱互因出门溜溜的。毋过即阵这天气遐尼热，主人甲狗仔拢挡袂牢。说讲中国就有一款宠物衫，广告讲是狗仔穿着就会较凉。毋过专家是建议讲，若是伤过热，也是莫互狗仔出门。就算讲身躯有穿凉凉的衫，脚嘛是有可能会去互蛋仔加路烫着伤。上海日头赤炎炎，互人感觉真野生。对主人出门的狗仔玛丽说是10万倍才有活力，因为伊身躯穿一领讲是会用降温的凉感衫。通常的话，我们出门如果是超过30度以上的气温，我会给它穿一个降温的衣服。这个衣服的话，就是通过把它打湿之后，在外面水分蒸发会带走热量，那么它就不会那么的热。尤其是因为这个衣服给它的肚子这一块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降温效果。李小姐听见狗仔真拍手，一领狗仔凉感衫开500块人民币，伊讲要伫家己的能力范围内非常好照顾。另外一个狗主人讲，经过去年上海庆管粉的经验，伊去年同款为狗仔准备秘密武器，摕出冰伫冰箱的凉感架，互狗仔穿。中国最近确实着出现40度以上高温，伫这种情形之下，点仔加路、暗头路路边的温度可能超过65度。烫伤猫狗的脚，万一着山，那严重恐惧一半以上几率会死亡。那么他们的症状有可能从一开始的大喘气、心率加快，还有呼吸加快，到最后他们严重到神经的损伤、脑部的损伤、癫痫。50%到56%的宠物有可能会因为中暑而死亡。专家表示，避免宠物着山上好的办法，其实毋是穿偌好的防护装备，是伫特别热的时阵上好踮伫厝内。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7点之前就遛然后晚上的话就遛的时间比较长，让他们在晚上有足够的放松的时间。专家提醒，看狗吹散步爱避开之时上关粉的时间，才袂互狗仔热到破病。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